34岁艺人小珍胡银珍去年积极甩肉，1年内成功产肉40公斤。先前老爸胡瓜曾经承诺，要是女儿瘦回出道时的体重52公斤，就会给她100万港币，约台币380万元的奖金。如今小珍真的做到了。胡瓜昨天29日大赞女儿真的很努力，对于奖励他也松了口。胡瓜昨天出席电视台尾牙，去年他年赚1亿1990万，名列综艺圈收入排行亚军。即将过年，胡瓜也预计狠撒破100万红包，慰劳亲人和工作人员。对于之前承诺女儿小珍若她瘦回刚出道时的52公斤，就会送上380万奖金，胡瓜昨天大赞女儿真的很努力，瘦了40多公斤，但他表示距离父女俩约定的3月还没到，届时一定会好好奖励她。被媒体干脆开记者会颁奖，胡瓜笑着拒绝，还有人问会不会加码提高奖金，胡瓜则说应该是小珍加码给他，反过来鼓励爸爸减肥。